長壽最大關鍵之一就係通大便啦，記好呢兩味草本去煲水飲，一朝幫你通便通腸通全身啊！有便秘嘅人，佢壽命想長嘅話都好難噶。終於有句話係咁講嘅，想長壽咧就要保持大便通暢，腸道要夠力，人體排毒功能先至正常啊！咁依家好多人咧，佢周身各樣小毛病，背後都有便秘嘅影子嘅。我哋身體每日都會不停產生垃圾，而排垃圾嘅主要通道就係腸道啦。如果你腸道冇通，大便係排唔出去嘅，毒素同埋垃圾咧一直堆積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咧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，甚至會直接影響我哋壽命啊！所以話你想長壽嘅話，就一定要大便通暢，想大便通暢就一定要識得呢個嘢啦。咁到底食咩屙屎最快呢？我教大家一個好方法啦，你食幾多就屙幾多，你食咗之後咧可以屙出5斤巨屎啊！咁呢個方法咧，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通通都用得嘅，但係99%嘅人咧其實都冇知啊！你屙屎屙冇臭嘅話，根本係冇使亂食藥嘅，畢竟是藥3分毒，亦都冇使亂食酸奶、香蕉、火龍果呢啲嘢。咁有啲人咧，佢成日用開塞露，其實根本係冇用噶。呢啲通通都係治標不治本嘅方法。如果你方法冇啱咧，你再努力都白費噶啦。我教你呢個快速排便嘅方法啦，佢簡單又實用。無論你係咩原因屙冇出嚟，亦都無論你係便秘2年、5年，甚至係10年、8年，你3日就見到效果噶啦。但係醫院同埋藥店咧，佢絕對冇推薦呢個好嘢俾你，因為利潤實在太低啦。咁好多醫生護士啊，佢哋自己就會偷偷咁去用啊。你連續用得幾日，你屙屎啊即刻翻正常噶啦。咁好多人成日問我啦，點解會產生便秘呢？有人話係飲水太少啦，有人話係食多咗熱氣嘅，有人就話啦係食膳食纖維食得少咗。今日咧我就話俾你哋知下，便秘嘅根源冇係以上呢啲情況，冇係咩飲水少，亦都冇係食多熱氣嘢，全部係你自己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整出嚟噶。咁如果你都有以下呢啲情況，你一定要重視，千祈唔好忽略啊。比如話成日肚脹氣嘅，屙屁又多又臭，3、5日甚至10日8日先屙一次，面上開始出現斑斑點點，有呢啲情況咧，就要即刻上身及時去處理啦。一旦你拖得耐啊，嗰啲屎同埋毒素堆積身體入邊排唔出去，身體機能就會出問題噶啦。咁就等於地府喺度召喚你啊，等到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咧，你喊都冇眼淚出來噶啦。咁呢個方法咧，已經幫好多人解決便秘嘅麻煩啦。好多人用咗之後咧，都排隊翻嚟多謝我。佢哋之前試盡咗偏方，又食咗好多小片片、小丸丸，但係咧佢哋從來都冇諗過，居然可以從根源上面去解決呢個便秘嘅問題噶。咁如果你都有屙屎屙冇出嘅困擾，又解決唔到嘅話，就用到發財小手幫我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身邊一樣有便秘嘅朋友，大家一齊解決呢個麻煩啦。你只需要準備火麻仁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、甘草、紅玫瑰、山楂、粟米鬚、決明子、萊菔子、牛蒡根、菊花呢幾樣草本，你搭配埋一齊，3壺水煲成2壺，直接飲就得噶啦。佢就係古籍上邊鼎鼎有名嘅火麻仁通暢茶，亦都係所有便秘嘅人都想揾嘅便秘克星啊！佢比黃金仲值錢啊！嚴重嘅話你就1日飲一次，唔係好嚴重咧就2、3日飲一次。第二日起身你肯定會有驚喜啊！你成個人從上到下都通通透透晒噶啦。咁如果唔識得搭配又唔知道比例，就可以買呢種已經提前搭配好嘅呢個免煮茶包啦。佢真材實料有保證嘅，獨立包裝，每次你就拎一袋出嚟沖嚟飲就得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可以點擊我視頻左下個鏈接，小黃出嚟落單。我同商家申請咗專屬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名額冇得幾多，大家快手去落單啦。你買翻去之後用咗，如果冇效果嘅話，可以全額退翻俾你嘅，你唔使退貨，產品可以直接留低嘅，但你冇任何後顧之憂噶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